清早，豆腐工厂里忙得不可开交，嫩白豆花倒入棋盘格，再堆叠。20斤重的木板，一天要搬上百次。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累，全自动设备省时省力，但老板却不满意。是力道会抓不准，有时要抓力道哦。刚煮好的豆浆加入石膏，得快速搅拌塑形，才会均匀不结块。打散的豆花像汤，水分多，可是真材实料的证明。因为我们这要出水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加那个，他们加什么太白粉、番薯粉类之类的东西。哦，像做果冻一样，它不会有水这样。怕豆腐挤压成型不美，詹统森在整形前先塑身，与口感无关，纯粹是老板的完美性格。压它往回挤旁边会比较高一点哦，所以我稍微修饰一下。特殊的机台设计大有妙用，把豆腐沥出的水收集起来，用它敦亲睦邻，还能环保。所有外面桶给他邻居那些用，洗碗很去油哦，很棒。新埔参加豆腐店，现在只剩他是唯一，在时代洪流中屹立，面对后继无人承接，詹统森没想那么多。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了？要坚持了传统的做法，讲到底那个保留了原味。哦，土家用海陆腔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坚持传统工法，才可以保留原味。之前我们说坚持传统的做法，张油后保留眼咪，就是你一定要坚持，然后才有所得，对不对？不靠机器，就靠双手做出传统豆腐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老板笑着说：“以前要用石头压，要用手磨，现在哪苦呢？轻松多了。”很显然，辛苦是相对的感受。他不以为苦，也让大家看到了，真的是任劳任怨打拼的精神。坚持传统的做法，张油后保留眼咪。坚持传统的做法，张油后保留眼咪。